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啊。前一阵子咱们也聊过，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似乎到了一个微妙的时刻。这个微妙的时刻像极了房地产行业暴雷前的那个时刻。所以咱们认为2025年恐怕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要迎来这个暴风骤雨2026年恐怕有很多知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就像恒大一样暴雷，一些现在认为大而不能倒的汽车厂商、新能源汽车企业恐怕也要像恒大，跟恒大同命运。今天正好巧了21世纪经济报道他在昨天刊登了一篇这个文章，叫换一块电池比买车还贵，首批新能源车主8年之痒。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他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财经 APP 报道的一篇文章。这个记者叫龚兆恩，广州报道。他说时至2024年，首批新能源车陆续进入脱保期，首批新能源汽车车主正陷入换车还是换电池的两难境地。想要更换电池，就要面临天价账单，换电费就是换电的费用甚至高于旧车的残值，成为不少车主的烦恼。因为这个工信部等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从2016年起，乘用车生产企业必须为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提供至少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那么正好2016年到现在8年时间，那随着首批新能源车动力电池服役期满，动力电池的换电潮即将到来。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也就是或者2025年开始，很多电池它就已经要退役了，已经脱保。那对车主来说，面临的就是如果电池还能用，你就将就用；如果用不了了，你是换电池呢，还是换新车？从这个上险数据显示他说退役高峰下，近2年超过8年电池质保的新能源汽车将达到1500多万辆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8年之痒将至，脱保后动辄几万、10几万的换电费用，谁来负担？废旧动力电池何去何从？新电池寿命标准能否满足时代需求这些都是近2000万新能源汽车电池退役背后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2年平均每年有1000万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寿命到了，不仅涉及到车主的这个换电问题、换车问题，还涉及到这些旧电池到底怎么处理。新能源汽车它在使用过程中这个污染是少，谈得上环保，但是它在电池的生产和电池最后的处理、回收这个过程产生的污染、环境污染，产生的碳排放，这恐怕是难以估算的。天价账单下的换电焦虑，说动力电池的容量保持率会随着使用次数增加而逐渐降低，这个跟咱们手机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市场普遍反馈，当电池容量衰减至60%至80%时，电池就可能无法继续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动力需求，不得不面临淘汰。8年过去，首批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已处于老龄，逐渐无法满足新车需求，集中进入更换电池期。然而这场新能源汽车的续命战率先考验的却是众多车主们的钱包。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所有零部件中单价最高的一部分，占整车成本的40%左右，而更换一块动力电池的费用几乎等于超过了汽车残值。我在有一期节目说过了如果你的电池的成本占整车成本40%左右这个不是说你电池做得好，反而说明这个整车有问题。如果你的电池成本占整车成本越高，比如占60%，说明你这个车企是个良心企业。首先第一个，这电池你在上面花成本下功夫，这是为了这个一是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对吧？二是也是叫续航里程，这个充电速度，对吧？这个都会给车主带来提升，就是你把钱花在电池上面没错。那为什么有很多企业它电池成本只占整车的40%呢？就越来越低呢？那是因为汽车上面加了很多无用的东西，比如说麻将桌，比如说火锅、大冰箱、大彩电，这些跟行车安全什么关系的东西占比太高。现实是对车主负责任的，那么动力电池的费用超过汽车残值，这是正常的，这反而是良心企业。这个大家自己去琢磨他说一位购车8年半的特斯拉 Model S 车主反馈，其换电费用报价在20万元以上，而8年过去，即便是号称高残值的车型，目前20
报价也不到16万元，换一块电池比车本身还贵。这新能源汽车二手车有人买吗？这是个问号啊！某国产新能源车车主表示，8年质保期刚过，换一块电池又要多花半台车的价格。原本16万的车，现在换电池需要8万元。这是马上会到来的禁优。蔚来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红指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质保周期是8年，从2025年到2032年将有近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质保到期。如果以平均8万元的价格更换电池，2000万消费者将付出1.6万亿本，这个相当于一个恒大暴雷啊，对吧？恒大负债2万亿，这又来一个恒大呀！好在这是新能源车车主啊自己买单。咱们老说的啊，买单的时候来了，动辄脱保后几万、10几万的费用，使面临老旧电池更换，新能源车主们望而却步。这个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去年、前年是保定吧，或者保定下面的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那个新能源汽车那个公交车啊，全部停运，那个线路停运。停运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新能源汽车到期了，电池需要换，没有钱换，一共是几千万，没有钱换电池，所以那个新能源汽车全部趴窝。你电池不换，你不能运营啊，那出了事故谁负责？一趴窝，所以公交线路全部停。最后怎么办呢？从石家庄，对吧？从河北其他地方调那个烧油的公交车啊来支援。你看看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啊，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选择多，价格也不高，10万块钱的换电费用都够买一辆新车，或者是付个首付了。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大部分车主在得到报价后会开始考虑置换方案。自费情况下，真正花数十万元的一辆8年前购买的车换电池的情况少之又少。脱保之后以旧换新是更划算的选择，这个就是理想状况，就是那些开了8年的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啊，把这车子报废了，买新车，你看看以旧换新，这叫理想状况。实际上什么呢？是挨了铁拳的这些新能源车的车主，在种种因素之下，你比如经济下行、失业，他最后发现恐怕油车更经济、更实惠。普通的家用轿车油车开8年是不可能报废的，即便报废它还值钱，就是还可以去二手市场卖。但是你这新能源汽车你能开到8年就已经是万幸。在8年以后，你不管你换不换，你那个车性能是直线下降，对吧？每次出门电好像是充满了，但是这个续航里程恐怕根本就不达标，能跑到一半就不错了。就像那个手机电池一样，你刚买的时候你充满，你管1天管2天，等用了1年以后你再把它充满，你只能管个半天，都是一个道理啊。那这些新能源车主很多人恐怕又要反过来弃这个新能源汽车而换油车。现在油车越来越便宜。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市场中新能源车售后更换电池的费用从5万元到23万元不等，极氪001换电池的费用约为19.9万元。而第三方二手车平台数据显示，目前该车在二手车市场的平均售价17万元到23万元，比亚迪秦 Plus 换电池包约5万元左右，而该车纯电版本目前起售价为10.98万元，换电价格差不多相当于半台车的价格。这不是个坑爹吗？这哪是新能源车这是买了个新能源爹基于消费者对于电池寿命的担忧，以及不少潜在购车者对于新能源车的购车担忧，部分车企针对电池推出了终身质保政策，为车主兜底换电费用，但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加以限制实际上这个策略就加剧了能源车企的暴雷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呢，叫多米诺骨牌效应。本来是这些电池是由车主来承担，但是现在让车主承担，车主就在亏，他就要买油车，所以车企没有办法，退而求其次就像蔚来一样的未来换电计划。那你车企搞终身质保，相当于这个成本由车企来担，车企的负担更重嘛，就这么简单。那个比亚迪资产负债率都已经达到80%了，如果你让他再承担这个电池的费用，很多车企根本就不赚钱，新能源车企完了他还要再承担8年以后的这个质保费用。问题是你车开了8年，你就是不换电池，那车的性能也在下降。为打破消费者电池焦虑的同时，部分新能源车主反馈称，这些条件限制了用车频次，同时增加了用户成本，尤其是首任车主不过户的附加条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能源汽车在
在二手市场的流通。说一旦以上新能源汽车流入二手市场，过户完成后，终身质保不在，首任车主换电账单转移到了下一任车主，这也让二手车商和有相关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更加谨慎。你去买二手的新能源汽车，那这都是什么逻辑呢？什么人会去买二手的新能源汽车？二手车的电池还能用多久？电池不断衰竭下，续航里程缩水了多少？相关厂商能给消费者什么保障政策等顾虑下，二手车市场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收车要求也较为严格。现在二手车车商都在纷纷关门倒闭，你还指望他去收新能源汽车？那个新能源汽车新车的价格下跌得非常快，你二手车商你收车，你只要1个月卖不出去，你基本上就赔了，砸手上了。说鉴于三电系统是收车购车时的重要检查指标，二手车市场拒收不符合标准的新能源车再度降低了旧车的残值。脱保期已至，换电还是换车的两难境地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建议动力电池企业、主机厂、第三方检测机构和维修企业应共同搭建新能源动力电池售后服务体系，保证消费者知情权，让消费者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消费，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健康发展。那有人就说了，长寿命电池何时上车？根据电动车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动力电池当前成本正在快速下降，常见的75千瓦时电池组更换成本在3375美元，这一成本与燃油车发动机更换费用相当，但关键在于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15年左右，甚至可达20年，是动力电池寿命的2倍以上。即使更换成本降至相同，但电池损耗所致的短寿命下，新能源车将比燃油车更早面临淘汰与更换，电池寿命是核心点。明年3月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就是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明确规定随着车辆使用年限增长，动力蓄电池的容量保持率低于40%，即电池容量衰减超过60%时，可能面临年检不达标。也就是说，新能源车主那个电池不是你想开，你说你能对付就对付的问题，你年检过不去，但你的这个电池衰减容量超过60%的时候，你的车年检就过不去了，这就是强迫你去解决电池寿命问题，刻不容缓。在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厉斌看来，过去几年行业解决了充电的效率问题、成本问题、充电的便利性问题，但电池寿命的标准没有再提高。目前电池循环寿命低于整车的可行驶里程，整车可行驶里程达到100万公里，但是行业通常电池循环寿命里程只能达到24万公里，电池日历寿命低于汽车用户实际用车年限。与近些年动力电池的续驶里程大幅提升、补能体系不断完善的相比，电池寿命方面的标准却始终是一块被遮挡的区域。动力电池老龄化问题愈发明显，电池不能与整车同寿成为消费痛点，如何延长电池寿命是根本。今年以来站上风口的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除了在安全性和能量密度上的优势外，更长的循环寿命也是其重要的特征。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未来固态电池充放电次数达到2000次以上，仍能保持80%以上的容量，让新能源汽车的续命周期更长。目前半固态电池已逐步上车，根据宁德时代、广汽集团、长安汽车等国内主流电池企业与整车厂公布的量产时间表，固态电池上车时间大多数集中在2026年至2030年，这还是半固态电池而且就这个上了最优的状态，那也是充了2000次以后能保持80%的容量。当然了，这个长寿命电池上车以后除了延长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周期以外庞大的废旧电池回收问题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根据一些机构的预计说到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82万吨，相当于数十万辆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将退出使用。2028年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260万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曾预计，到2030年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350万吨，庞大的废旧电池何去何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动力电池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废旧动力电池随意处置将造成环境污染，对社会资源也是极大浪费。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产业虽潜力巨大，但目前仍未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梯次利用规范性与一致性较差，商业模式、行业监管、技术等方面仍具有挑战。而长寿命电池的大规模上车，能够延缓动力电池退役时间，废旧动力电池的淘汰时间与膜相应缩水，从而进一步缓解动力电池的回收压力。8年之痒，让动力电池老龄化及相应带来的问题显现，企业保障换电权益、行业共建流通机制都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退役潮下的用户换电焦虑。但究其本质，长寿命周期的动力电池研发仍是关键所在。这个就是21世纪经济报道啊，它的一篇文章，换一块电池买车还贵。这个首批新能源汽车的车主8年之痒到来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说2025年是很多新能源汽车叫渡劫之日啊。虽然现在啊很多新能源汽车日子也不好过，但是2024年啊还是摇摇晃晃的走过来了。那2025年体力差的、体质差的恐怕就倒下了。2026年恐怕就有恒大这样的巨无霸、知名的新能源车企要爆雷。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力啊已经达到顶峰，现在基本上是5:5，就是卖两台汽车啊，那大概一台是油车，一台就是新能源汽车，就是这个渗透力基本上达到峰值。你除非国家再出台更大的、更优惠的这个刺激力度、刺激政策，否则的话，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就很难再进一步提高。那加上咱们整车啊销售，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它是走下坡路，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它的销量的峰值啊，恐怕已经过了，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竞争之下啊，刺激之下，这个油车的价格是越来越低，油车越来越便宜，对吧？随着油车越来越便宜，它的性价比啊就越来越高，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啊。你在二手车市场几万块钱买一辆油车，就二手车啊，没有什么换电之忧，你想怎么开怎么开。第三一个就是全球的这个汽车行业啊都是一样的，都遭到了这个增长乏力。你看那个日本的日产、德国的 BBA 啊，现在都出问题，利润暴跌啊，现在他们在裁员，工厂工人也在这个维权。当全球的汽车行业都面临压力的时候，这个叫贸易保护主义就抬头，这样的话他们对别的国家的汽车啊就要进行限制，所以这就关税又来了。那关税一来呢，对咱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就是打击非常大，因为咱们的产能啊应该是够全世界消化的。就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我是有印象啊，好像是咱们应该是900万辆还是1000万辆产能啊，就是我们有效利用产能恐怕只有一半。那如果关税一来，那接下来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那就是个大麻烦，出口受阻，你国内就卷得更厉害。第四个就是国内这个经济环境，大家现在是勒紧裤腰带，能不消费就不消费，对吧？现在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往你买个车是身份的象征，对吧？你买个车显得你很有钱，那车就是个标志，对吧？就是个标签，说你有钱，你混得好。现在根本就不是了，大街那个车牌车标已经是五花八门，分不清了，对吧？你也分不清小米、苏七跟保时捷有什么区别，乍一看就是保时捷。何况这个保时捷本身就在降价，也不贵了，对吧？大街上开着拍照的、开着跑的那个劳斯莱斯啊，那都是10几手的车，对吧？很多人去买那个车啊，就是买2个月拍照打卡过瘾，马上也卖掉。也就是大家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这个汽车的消费一定是受到压制的。即便人家买车也会更理性，因为你现在8年过去了，你一定会算，我买新能源汽车真的是便宜了吗？以往为什么买新能源汽车啊？是因为便宜，对吧？油8块1升，那电费在多少啊？对吧？我每天多少油钱啊？但是现在你再一算啊，你根本就不省钱，还更费钱。所以这个想买车的人呢，他一定会算账，甚至啊，买了新能源汽车的人，他8年到了，他很有可能要转成这个油车的车主。第5个方面就是新能源汽车，毕竟充电还不方便，每到节假日，那高速公路服务区堵的是什么车啊？全部是充电车啊，新能源汽车在那充电排队，即便在很多城市里面充电也不方便，你再方便没有加油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咱们既然动力电池的寿命到了，咱们有很多充电设施建设，他们的寿命也到了，很多充电桩，对吧？充电设施都要维护，都要重新来布置啊，这个费用非常大，对吧？在这8年里面，很多充电桩、充电的企业，那充电桩的费用不知道有没有赚回来，现在又要换新的。本来指望着这个充电桩是吧，这个分布越来越多啊，这样充电越来越方便。但是啊，跟这个几年前什么国家电网，对吧？还有很多企业布局这个充电桩相比啊，现在热情啊大大降低。如果这玩意
一真赚钱啊，我想这个什么啊，这个国家电网啊，什么南方电网这些电力企业，肯定全国各地到处布。他为什么不布呢？或者现在没有以前热情那么高涨呢？还是因为他投的这钱投产比不合适。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特朗普上台，这个油价啊有可能要被打压。这个只要油价一下行，这个就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那所谓的优势啊就不明显了。所以在这么几个因素啊作用之下，我觉得新能源汽车未来2年要经受考验的。可以说啊，大而不能倒的神话再一次破灭。只有那些真正的造车完了之后它有利润的，市场占有率啊还有一些的，这些企业有可能能扛下来。那些负债率高的，那些现在还不怎么赚钱的，恐怕都很难扛下去啊。伊朗、沙特最近动作频繁，都在找大国啊。大家去看新闻啊，大国的总理去了伊朗，副总理啊就是谈能源，他们都在应对特朗普上台，这个油价恐怕要下行，完了整个的石油市场、能源市场要发生变化。这些产油国啊，现在纷纷的去找客户，想跟客户绑定。现在客户是大爷，所以说啊，未来这个油价下行恐怕是大概率事件。随着这个8年之痒到来，新能源汽车这电池的口碑啊，恐怕好不到哪里去啊，对吧？在这些车主的这个影响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新能源汽车。当然了，新能源汽车不是没有机会啊，如果这个智能驾驶啊能够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很多啊有核心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它或许能活下来。因为在自动驾驶，就是智能驾驶这一块，新能源汽车比油车确实有优势啊，这个你不能否认。所以面对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业上下游，包括主机厂商，你只要做跟这个相关的业务的，或者在这儿上班的，都得注意，含义啊已经来了，要早做打算，要未雨绸缪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